后来哦，这个菲律宾东边海面有一个低气压，讲可能会形成今年第7号的风台无花果，讲会往中国的方向前进。啊，外围环流的水汽，今仔日甲明仔载会影响台湾各地，拢会出现较强的雨势。 今年的第7号风台无花果可能要形成啊！目前是伫菲律宾顶端有一个低气压，一直向台湾的西北靠近，继续向中国去。虽然讲未直接影响到台湾，但是会落大雨，甚至会单雷个落雨。整个东半部地区，另外在南部比较偏向恒春半岛，都有一些它带进来的云系造成的降雨。东半部和南部要注意，雨可能不是一阵搁一阵，是一直落。 中南部和山区同款，中落过了后，可能会单雷搁落雨。去山区算要注意安全。北部地区温度真高，可能会有36度，甚至有37度左右的高温。8月17、18这2天，各地拢要注意有较大的雨势。19号过了后，热带性低气压入去中国，全台湾天气会变较好，一直到礼拜天气才会改变，变西南风，一直落雨的天气会搁出现。